大家好。好，拄则听同学讲了，大家我足欢喜，足去钦佩。除了医生以外的生活是安尼，内容非常的丰富。我自从80岁以后，每工目睭至今，除了烦恼中，我当今仔日毋知要创啥嘞。做医生，我嘛是做过，咱拢做过。我今仔讲就是杏林外史啦。拄则迄个郭个男有简单有替我宣传，我实际上，恁60年前恁拢出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一个留伫台湾，我心内是感觉足艰苦的。我本来伫学生时代成就就对恁对袂着，竟然来美国我也对恁对袂着，啊无法度，老天叫我留喺台湾，啊因为留喺台湾，佫有我的家后来甲斗相共，所以我转去故乡开业这段时间相当的顺时。但是我伫台训练7档的外科，我感觉转去故乡，敢若开一个诊所，小可无彩，会当服务的对象有限，所以我一个转去开业，我就用这个开放医院的方式，在一个经济规模，每一个患者不管我会晓看袂晓看，会晓开袂晓开，我拢无好走，我拢叫台大我的学长或者我的老师来我病院推这个病人来服务，所以业务都成长得很快。到来我的 capacity 容纳不下的时候，我就到大街上去盖了一个同第一间的迄个综合医院，然后过5年佫无够，我无将综合医院扩大，我走去龙潭庄脚去设一个分院，过5年佫走去大安设，就这样子在20年间成立了一个闽盛连锁医院。迄个时阵对桃园来讲，已经是一个人私立比较有分量的一个私立医疗院所。但那段时间，政府的医疗政策，公家病院甲私人病院的态度无共款。迄当阵全民健保还未实施，所以公保、劳保、农保，敢若公立的病会使看，阮这私立病袂使看，啊袂使看，患者的来源就差诚多。所以我感觉这无公道，我就决定我来立法院要来修法就对啦。所以我伫89、92、3年，我伫立法院唯一完成的一件工作就是全民健康保险法，是在我手上3读通过。很多对台湾的医疗影响诚大，但是对医生来讲，剥夺了医师的自由。医生本来是敢若神同款，看你的病，我要开什么药啊，就是什么药啊，你就食什么药啊。你爱偌济钱，你就爱偌济钱。但是全民健保实施以后，医师这个处方的自由度就被剥夺了。你一定某什么样的疾病，它有 DRG 啦各方面的这些规定，你的处方自由就被剥夺。安尼当然得罪了医界很多的，而且在全民健康保险法又确定了医药分业，把药师的处方权确保，也让医师的权益又减少了一部分。但是的确，实施这20几年来，大家都很知道、很清楚的认识，台湾的全民健保是现在是国际上大家很羡慕的，又马儿又好，马儿吃的少，草又很少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等我除了做立法议员以外，我原来过去做新生医校的校长，因为护理的人员是病院上重要的一个人才库。阮私人医院
要找到好的护理人员不容易，所以我应邀去主持新生医校。3年内，我跟我太太先后在那边担任3年，就把一个12年的护校，1200个护士学生，我们3年内增加了2400个学生，所以我们的护理人才，医院的护理人才就非常的充裕了。这些学生毕业以后，一大部分都跑到我们医院来，所以这是。另外，我也很早就加入扶轮社，在扶轮社里面，我除了当社长以外，我在96、97就当总监。总监那一年，我在我们桃园的著名的虎头山上，原来都是荒山，没有什么树木。我在那边让舍友300多个舍友，每一个人在那边种1棵树。现在经过30年来，现在虎头山整个树大概都是我那时候种的。现在每天有上万个人在那边进出活动，所以我也觉得也做了一点事情。在2014年、2015年，我担任台湾前总监台湾总会的理事长。我花2年的时间，我在台湾3地亲自到那边考察。那时候政府在原住民的故乡设了110个部落老人关怀站，因为山地上的年轻人都下山了，老人家留在山上，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政府设立这个关怀站，让他们白天可以到这里来共餐，然后辅导他们做一些活动。但这些设施都非常的简陋，而且老旧，所以我上任以后，我就去拜访原住民行政院原委会主委，请他告诉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事情。结果2年内，我亲自到110个部落老人关怀站去考察，发现他们有3个问题：共餐的厨房的设备现在很老旧。卫生的设备更是谈不上，非常的不方便。照明的设备，所有每一个关怀站，我都花了30-40万，由当地的扶轮社友认养。总共110个关怀站，在2年内，我们花了将近5000万去改善它。结果这个动作不但获得部落老人的这个感激，同时也引起行政院的重视。他把原来每一年只编9800万的预算来维护这个110个关怀站，到我卸任以后，现在1年编14亿，而且整个关怀站扩大成400多个据点。所以我觉得我那2年在山地上的服务是多少对原住民做了一些贡献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也在社区里面协助各中小学我们提供一些奖学金，或者是学校办校的这个奖助金。只要校长你提出一个计划，要为你的这个学校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服务，我就按照你的预算我给你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们每一年大概编列600万的预算来协助社区校长去发展。我是不是超过时间了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因为明天早上哦，他还要讲，后天啦哦。没了。你无讲啊，你叫要讲了。用难得让大家了解一下，你们留在台湾的同学，这些年的确为地方也做了一些事情。那母校，我们刚刚郭根南也帮我提过了，我们也捐了一个护理馆，他给我们命名叫做台大免胜护理健康大楼，台大免胜护理健康大楼这样子，我们大概要花4亿，要去把它这个
物理大楼要盖起来。另外，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奖学金，让学校能够招到优秀的海外的侨生来校就读。上次我们50周年重迁到台大活动中心去，那个宜人馆也是我们花了3000万给它整修起来。现在每一届校长遴选都在那个宜人堂里面去举行，所以我想这些对母校的一些回馈，我算是代表我们所有同学就近为大家出一点力量啊！你们到这边来，跟母校距离相当的遥远。那今年这个新的陈文刚校长是非常热情，他希望在任内迎接台大100周年校庆，所以他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就是100年100亿的募款，他要向校友会这个募100亿来把这个台大的向世界100大学习那个优良的学校去发展。所以这次我们父子也很高兴能够得到校长的邀请，在大会里面大概会发表一些民生的经验。那今天我是以这个杏林外食的这个角度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除了当医师以外，其实医疗以外的社会服务，也是我这些年的觉得自己投入的蛮不错的地方。那么跟各位相比，我有我的优点是，我在台湾现在仍然有很多的社交活动。我觉得你们现在80岁以后，这个生活的日子要怎么安排？孩子们都出去了，只有2个老人在一起。那么每天起来，陈武兄每天跟太太打乒乓球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我每天现在也未来要维持身体的健康，我爬玉山当个目标。这个目标是因为李清木去年回去的时候告诉我，他75岁还爬玉山。我想，那我80岁是不是也可以来爬？所以我定了这个目标以后啊，我的那个顾问团就告诉我，那你每天要做。我现在1个礼拜，每一天大概要走1个礼拜走5天，每一天要走1万步。所以我现在健康状况还好。那这样的一个运动量，我太太没有办法配合，所以我每次出去啊，大概就是司机陪着我上山下海。那么我太太呢，她是比较喜欢这个跳舞啦，那但很可惜，这结婚50几年来，我没办法陪她跳舞。最近我们参加一个圣来会，有一个聚会，圣来会里面就有一个会带她跳舞的这个年轻帅哥，所以他每一次，你什么时候圣来会要去？至少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的利用。所以借这个机会，既然今天大家都这么样的健康的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你们不管是以前我们都认为你们应该是落叶归根，但现在很显然你们是落地生根了。你们大概不会再回去故乡，但是故乡仍然有很多值得你们去回味的地方，值得你们关怀的地方。明年正好是我们体系创业50周年，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。我儿子交代我，利用这个期间邀请大家明年疫情以前回到台湾来。我们现在有一家饭店，能力只有饭店，你们可以在那边住，然后还可以安排到你的故乡，像新化中学，或是希望我们去拜访母校也好，甚至拜访赖清德、赖总统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安排。欢迎我预定在4月底邀请大家回去，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来的全部要来，今天没有来的也要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